上天唔想讓你做乜嘢嘅時候咧，一定會千方百計咁阻撓你。喺我哋呢一行咧，有一個好靠譜嘅小技巧叫外應嘅。簡單嚟講咧，就係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未做之前就已經出現咗各種各樣嘅一啲突發情況，譬如話你出去玩，發現唔記得咗帶嘢，食飯嘅路上就突然間開始鬧交，或者覺得唔舒服，咁呢個事咧就最好咧先擺擺先，緩一緩佢，或者咧另找時間啦。相反咧，如果事情發生之前就有一啲好嘅跡象啊，譬如咧天空晴朗啊，心情舒暢啊，感覺萬事萬物咧都照你嘅諗法去推動，咁呢個事情咧大概咧就會有好高嘅成功率嘅。點解咧？第一，出現意外情況咧，說明你當下嘅能量係好低嘅，上天都想提醒你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去做任何事咧，佢都唔會係一個好嘅 timing。咁第二咧就係呢啲意外嘅本身咧就會影響到你嘅心情同埋判斷啊嘛。咁你嘅狀態唔好喎，去做一件事嘅時候咧，嗰個成功率啊都會大大咁降低噶嘛。總之遇到一啲外應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先停一停，緩一緩，諗一諗先，重視下呢種直覺同埋反應先。正所謂事緩則圓，人緩則安啊嘛。